咱來關心天氣，這氣象署指出講，接下來會有兩陣鋒面。拜二開始呢，北部、中部會開始落雨。那拜六呢，清明連假又有第二陣鋒面，中部以北就要注意雷公雨。另外，受到這中國污染物的影響，西半部、北部空氣品質較歹，甚至金門今仔規工呢攏達到紅色警示。醫生也提醒講，民眾若準佇咧戶外活動，上好是掛嘴罨。氣象署指出，接落來有兩陣鋒面到位，頭一陣鋒面佇拜二接近北部、東北部部分地區會落雷公雨，甲第漸陣雨。若拜三鋒面通過，東北季風增強，北部溫度會降到20度迄卡兜，中部以北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若清明連假期間，氣象署講天氣也是真不穩定。那到4號以及5號的時候，另外一波鋒面系統就開始會逐漸通過台灣的一個情形，所以到時候在清明連假的一個天氣上來講的話，可能天氣上就會變比較不穩定一些哦。氣象署講，拜五第二陣鋒面接近，中部以北、甲宜蘭花蓮山區可能會落第漸陣雨。拜六鋒面通過，中部以北會落雷公雨，部分地區的雨勢嘛會較大。禮拜鋒面漸漸離開，不過水汽也是較高。氣象署提醒民眾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另外，這幾日受到中國污染物的影響，空氣品質有較歹，醫生提醒民眾要減少佇外口活動。即馬空氣外口攏做歹，你就因為老人還是細漢人仔還是你本身有氣龜氣管歹的人就是你若去外口活動的時陣，你來掛嘴罨嘛你活動的時陣嘛莫傷久哦。另外，環境部上新的空氣品質監測顯示，西半部、北部的空氣較歹，尤其西半部雷達顯示感覺是提醒，甚至金門已經達到紅色警示。若環境部講，拜二鋒面到位，指到空氣品質就會較轉好。記者郭金陽、王志剛台北報道。